星擂台唱得更精彩，聖誕快樂 ，Merry Christmas！今晚就係平安夜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都唔平淡嘅喺呢一晚上面。我哋星擂台咧今日有聖誕特別版嘅星擂台噃。係啦，咁啊出現嘅咧，我哋台上嘅參賽者咧就非一般嘅參賽者啦。咁啊係我哋嘅電台啊、電視嘅節目主持嚟嘅嚇，即係平時咧聽我哋嘅聲音或者見佢哋做節目咧做得多啦。唱歌得唔得咧？正如往年一樣咧，都要考下佢哋嘅喎。係啊，咁啊唱歌得唔得咧？今晚就知啦。不如就而家咧請出我哋今晚嘅星級評判啦，好嘛？好啦，有評判們出現啦，分別咧就係有唱作歌手彭永森。哇！真係聖誕鹿咁樣喎。OK， 俾掌聲佢啦，阿 Double。歡迎晒，多謝。OK， 好咁啊，仲有咧就係我哋嘅製作人啊，鐘楚琳。哇！即係佢都要獻下嘅藝咁樣啊，係嘛？平時咧真係一副好莊嚴嘅，但係今晚咧都唔係啦，即係直情咧都要同我哋搞下氣氛啦。仲有嚟自馬來西亞嘅形象顧問啊 ，Raymond Chun， 哇，幾會行你睇下呢啲，哇，最得你啊！呢啲咪叫做 catwalk 咯 ，OK， 歡迎晒 Raymond， 真係衣架咁嘅身材啊！好咁啊，當然啦，唔少得啦，就係我哋頭先所介紹啦，我哋嘅電台啦、節目主持啦等等啦，係咪？咁而家逐一同大家介紹下啦。好啦，首先請出我哋嘅同事趙崇希。趙崇希，大家咧可以喺電台節目星期六朝早6點半晨曦 Morning Call 咧可以聽到佢嘅聲音㗎。OK。歡迎晒新仔。哦，就係你啊，咁樣有啲人哦。歡迎你。OK， 跟住咧仲有就係 Cherry 吳嘉怡，咁大家咧就可以喺澳視生活 Touchwood 呢一個節目裏面咧見到佢嘅。歡迎晒 Cherry。仲有咧就係黃卓漢基基，大家都可以喺星期日星期日朝早6點鐘咧，黃優早可以聽到佢嘅聲音。好早啊！歡迎晒基基。好，跟住咧就唔少得啦。我哋嘅靚女張柏玲，逢星期六朝早9點鐘，張發智優就可以見到佢啦。同你做個 partner， 跟住咧就係霆鋒啦，逢星期1至5咧下晝4至6啊。超級傳動網就可以見到，歡迎晒你，歡迎晒5位同事。聖誕快樂，聖誕快樂，聖誕快樂，係啦，大家好。哇，咁啊聖誕節咧就唔係話先嚟唱歌嘅，平時你而家唱開 K 嘅啦，係嘛？都有㗎，係嘛？平時邊個最唱得㗎？霆鋒以你所知，我啲同事。梗係張柏玲啊，張柏玲啊，你有冇聽過內定冠軍今日？係啊，我哋歌后澳門容祖兒，你未聽過？你自己俾你辯護下係咪先？我未聽過話有人話我似把聲係容祖兒咯，但係似吳雨霏啊多，所以電台唱耳精，所以我今日係唔會唱吳雨霏嘅歌。OK， 係嘛？都係唱容祖兒。咁阿 Cherry 會唔會得個靚字咁樣㗎？應該都係㗎啦。我冇乜實力嘅，我靠靚㗎啫。咁啊，哇！呢樣先係強項嘅實力。喂，又有偶像派，又有實力派喎，今日。咁啊，不如就即刻開始啦。逢星期六朝早6點半就可以喺電台聽到趙崇希嘅聲音啦。今日咧就可以聽到佢嘅歌藝啊，演唱歌曲《醉》。這一生也在進取，這分鐘卻掛念誰？我會說是唯獨你不可失去。好風光似幻似虛，誰明人生樂趣？我會說為情為愛仍然是對，誰比你重要？狂風與暴雨也完全無重要，誰比你重要？狂風與暴雨都因你燃燒，一追再追，只想追趕生命裏一分一秒，原來多麼好笑，你是真正目標，一追再追，追蹤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，原來早不缺少，有了你即使平凡卻最重要。
追再追，只想追趕生命裏一分一秒，原來多麼可笑。你是真正目標，一追再追，追蹤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，原來早不缺少。會叫我彷彿人群裏最重要。係啦，我哋嘅同事阿趙崇希咧喺台灣都參加過歌唱比賽喎，以前留學嗰陣。係啊，很前爭啊，更真係，哇！原來企喺個舞台上面咧，真係咁緊張㗎。但我都見到你七情上面都幾肉緊下。舊年你唱嗰陣點啊？咯？哇！唔好提啦，好 high 㗎喎。不如問下評判，對趙崇希有咩睇法？阿鐘啊，咁啊個感情啊好好啦，咁啊但係就略嫌有啲催版成首歌。好中意佢燃燒啊！燃燒，係啊，睇到啲觀眾幾開心啊，係咪啊？觀眾開唔開心啊？睇我覺得幾好。好，咁樣只輪到第二位。好啦，交俾佢5+2，選美出身嘅5+2，唔知係咪人靚聲甜呢？演唱歌曲《下一站天后》。站在大院前，細心看看我的路，在下個車站到天后當然最好，但華麗的星途途中一旦位高，背後會否還有他擁抱？在百德新街的愛侶，面上有種顧盼自豪，在台上任我唱，未必風光更好，人氣不過肥皂泡。即使有天開個唱，誰又要唱？他不可到現場，仍然仿似爆滿一場。不戀愛教我怎樣唱，幾多愛歌給我唱，還是勉強。台前如何發淚，難及最愛在耳邊低聲溫柔地唱。哇！真係選美出身咁樣，淨係睇樣都值回票價啦，係嘛？緊張我。你又真係好緊張啦！係啊，我第一次咁樣喺台上面唱歌。你又唔記得個歌詞啦，係嘛？都幾難比㗎喎。如果我係你咧，靚喎，但係靚喎。靚嘅人何止佢一個啊？講笑咩？仲有你咧，你嘛？我型㗎，我唔靚咩？係嘛？我都聽唔到太多嘢，我就係覺得好好睇咯。係咧，視覺上嘅享受。好冧咯，成首歌都叉住個下巴睇。係㗎 ，OK 㗎，5+2 OK 㗎。但係啊，其實佢諗下，係咪好女仔嚟嘅？係雖然靚嘅唔係得佢個，但係佢真係好靚。好啦，跟住輪到咧靚仔出場啦，喺我哋男兒 Talk 自強 TD。